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3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大家后生就来报连知。在今日中昼，伫中央气象局台北观测站出现38度9的高温，是台北7月上界高的温度。主要5天4暝汉光36号演习，在今仔日是头一天，甲目标控制战力防护佮保存。金门发生牛结扎症团过情形，农委会也赶紧甲外国买疫苗，已经感染的牛只也全部灭掉。讲到今仔日天气，犹原是热淅淅，在今仔中昼，伫中央气象局台北观测站出现38度9的高温，这是台北7月上界高的纪录。连用电量在今仔下晡2点多也破去年纪录，达到3752.8万瓦。台北13高温阁破纪录，民众行伫街路消暑的工具全部拢出来，也是拍到目睭用要8美金，只想赶紧到厝内底吹冷气。在外面很热嘛，但是就是多少有一点风会比较舒服一点，对。但是还是尽量不要出门比较舒服。只要在阴影底下去就没事，然后去那边蹭个冷气啊，这样吹。中央气象局台北测站伫早起11:59分，气温有38度9，是历年7月上高温纪录。历史上7月第2高温出现伫1921年甲2007年7月底，以及2010年7月初3是38度6，2016年7月高温也伫7月底纪录是38度半。今天的天气主要是受到了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再加上今天的云量也比较偏少，所以在白天太阳辐射加热的作用也比较明显，局部地区也都有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气象局继续发布高温资讯，礼拜二伫台北市甲南投县依然有继续出现38度高温的机会。另外，医师观察今年5月到7月掉沙人次已经破千，创下4年来新高。男性掉沙的就医人数是女性的3倍。我想主要的原因可能是2个，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户外工作者大部分都是男性嘛，那第二个原因是男士撑伞的比较少。医生讲，遮雨伞沿降低体感温度高度，沿隔绝紫外线，避免得到皮肤癌病的这种风险。台北破38度9的温度，创7月史上上热，用电伫下晡2点07分达到3752.8万千瓦，创下历史用电上悬的纪录。记者综合报道。随后5天4暝汉光36号演习在今仔日正式开始。头一天嘅演练是战力防护以及着保存，以及着国军战机演练加战备转场，也互拄完成嘅花莲嘉山基地档对外公开。另外，中国机库也宣布讲，美军有一台侦察机出现伫巴士海峡，飞向中国嘅广东，离中国上界近嘅时阵只有125公里。空军 F-16战机准备要起飞，交接时间，空军 C-130运输机嘛甲后勤维保人力再去指定的地点。国军行山指挥所透早下演习命令了后，宣告5天4暝汉光36号的演习正式开始。第一天的任务伫咧战力保护甲保存，国军战机演练战备转场。战机到指定的地点，去用公布是完整整建的花莲嘉山基地洞库，这是空军战机保存战力真重要的所在。地勤人员落实检证，拆除弹药了后，拖机班甲战机拖入去机库。甲受伤的官兵带离开现场，救护小组紧急来现场急救包扎。国军伫咧高雄实施生物疫病甲军民医疗能量结合的演练。受到关心的联合兵警也头一届上阵，模拟气候生物战争攻击，官兵去受到污染，军方随协调医大病医、化兵群进行处理，提升后生力嘛表现军民医疗合作的成果。福建拿手作战，国防部伫咧汉光期间实施动身演习教育调集，后备军人加入去作战，避免产生防疫的空帮。军方嘛协调病医来进行体检。好，这里最不舒服了，忍耐一下。军方真用心伫咧汉光演习，中国地库是公布美军一只184的侦察机伫咧汉光演习的头一天，出现伫咧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向中国广东来飞，离中国上近干那125公里。对地面就是部队的移动，可以精确的测绘出它的路径，还有甚至是装备的种类。所以这一次的18系列出现在广东外海附近，它很清楚在监控南部山区的一些行动，包括早前西沙的演习，那南部战区地面部队的调动。
面对美军顶人顶调调，一直派军机飞向中国来侦查，学者分析，美军应该有掌握中共伫咧南部战区的证据，不过即马这个阶段采取预判强军的作为，可能性是较悬。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提出聘用人员人事条例草案，外界也批评讲，这个草案根本就无照规矩来。国民党也召开记者会来反对。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回应讲，这款甲约聘人员以及着公务人员拢无牵连，而且也未妨害到任何行政机关本地就有的聘请人员的法制。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提出聘用人员人事条例草案，未来若是伫咧政府机关约聘满3档，第一档担任也是兼任研究等等有7项等的职务，变做准公务员，引起争议。立法院国民党团13早起大动作召开记者会，强烈反对，批评草案若是通过，会破坏国家文官的体制，包括警消组工会、约聘雇人员适用劳基法，这些都是我们在立法院一而再、再而三不断争取的。但是你今天放着这么重要的事情不管，却去要通过一个开后门、酬庸轻信的法案。年轻学子拼命在准备考试，结果发现我的考试、我的努力还不如跟绿营拉好关系。今天临时工，明天变你的首长。蒋万安批评人事行政总处一直唔肯回应要通过草案的目的是啥物？伊认为讲，那是因为公务人员的人力不够，应该透过国家考试原本的制度来补人力，甚至是调整科选制度。针对这个代志，行政院长苏贞昌的回应指出，唔是安尼。这是扭曲了啦，歪了啦，这怎么这种批验人员跟公务人员完全不相干？这个也不会去妨碍任何行政机关既有的人力禁用跟相关的法制。那这个如果是竞选来的这些所长带来的机要，也不会因为这个而变成公务人员，这都不搭嘎的。苏贞昌进一步说明，是因为医疗、科技等等的部门需要特别的人才，这寡人才用约聘的已经真侪年，有一定的条件，而且目前也搁伫咧征询各界意见当中。若是3倍券要到7月19开始使用，苏贞昌嘛希望警方会当积极来查办假信息，搁有预防诈骗。针对要求会到7月19开始分3倍券，苏贞昌嘛呼吁民众，若是无着急要用，较慢才去领嘛会使。记者综合报道。政府所推动的高铁要做到屏东，现处是这个议题，也变作是高雄市长补选的议题之一。目前因补选的局面是三卡都，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咱也做伙来看讲因安怎讲。民众党高雄市长补选参选人吴业哲13提出高铁南延的议题，爱对手定样回应。因为去年确定的路线虽然决定要延伸到屏东的6地处，不过若是要去屏东车头，也是爱转代替，交通时间是无变低。吴业哲认为讲，应该把路线延伸到要去机场的小港苏文接着。交通部已经做了这个不迁建机场，而且要投资384亿，那你增加的运量你怎么解决？等于说这边不需要的你做了，这边有需要的你不做。不过高铁南延的议题，那连两个定义看法拢无同。民进党参选人陈其迈认为讲，重大建设要考虑到区域发展甲工程财务的可行性，延伸到6地处是咧解决屏东伫咧交通区域发展还有产业顶管的问题，尊重专家意见。铁路地下大概千花这样子挖了，已经差不多超过10年以上，20年以上。捷运的开辟又重挖一条，好，然后地下密密麻麻的这些管线，哈，所以它有技术性的。可行性工程的可行性的考量。若是国民党参选人李美珍定也是认为讲，延伸到小港会有拆迁密集受大的问题，应该照台北的方式，先延伸到高雄车头设3铁共构站，再个到红山往屏东延伸。高雄的铁路才刚地下化，所以我们是有那个空间来做南延的措施。那特别高雄车站它是一个转运站之一，那台北车站可以3铁共构，难道高雄做不到吗？高铁南延虽然是重要的政策，不过路线甲高雄屏东交通的问题，还有区域发展的改善有关系。多一个参选人提出来主张对高雄有利，选民嘛当地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天3倍券对15开始就会当使用啊，目前是要到1200万人有先注本，而且这3倍券使用的范围也包括病院的挂号、健康检查，甚至是做美容。不过卫生局也提醒讲，医学美容袂当有犹太成人客行为，若无上当会当罚到25万。
肺癌是台湾人癌症第一杀手，不过只要用这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透过健康检查，就会当量早发现，脱离肺癌的威胁。不少民众按算用进行3倍罐，好好来做一个健康检查。因为平常可能舍不得去做健检，就觉得那是额外的东西。那既然有这个这么好的3倍券，就是我们要利用在，这也是振兴经济的一种吧。过2天，进行3倍罐就要实施。到13为止，全台湾住院的人已经超过1196万人。医疗院所嘛，伫咧下用的范围内底，为挂号费、自费疫苗、健康检查，甚至是医美整形等等，拢总会当使用。不过目前医疗法规定讲，医疗机构袂当用拍折、甲犹太等等的方式来救成立。民众透过优惠折扣的方式，愿意到医院来做健康检查、健康促进，其实它的风险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但是目前因为医疗法的相关规定是包含连健康检查都是不得做优惠折扣的促销，还是要符合我们医疗法一般对于医疗广告的规范。也就是说，你不能用优惠、折扣或是赠送赠品的方式来做宣传。卫生局提醒，真侪民众会趁这波补助，做一寡毒斑、肉毒杆菌、葡萄酸等等的微整形。有一寡业者可能会有促销的行为，若是涉及到无妥当的广告甲宣传，会罚5万至25万。最近嘛会去各医美诊所了解详细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台铁伫今日宣布讲，对这个礼拜3开始，要推出环岛的车票，而且是限制学生才会当买，使用期限是10天。除了一寡无开放车票火车以外，其他火车全部拢会当坐。过过2天，中小学学生特别热热，台铁宣布15开始，杀环岛轻旅行专门属于学生的10日周游券，卖价小时新台票900块。拄买票迄天开始，除了指定的车次会当无占位坐趟海，卖期间是7月15到9月15。当天购买之后就可以连续使用10天，那不限搭乘的区间，不限搭乘的次数。但是它有一些特定的班车种是不能搭乘的，像太鲁阁跟普悠玛，以及所谓的邮轮列车，还有我们的专列等等。台铁表示，后来有真侪学生会来花东佚佗，像讲台北到台东自强号来回就超过1500块，买周游券是真会好。但是要坐火车环岛，从台北出发到高雄的自强号票价是843块，这个接南回线到台东是351块，从台东再个转来台北是760块，总票价已经要到2000，介绍是10日周游券的2倍外。就可能会去一些自己平常就是没有这个券就比较不会去的地方吧。可能有机会会想要去买试试看这样。台铁过去嘛捌出学生周游券，啊，毋过是针对外国籍的学生，迄当阵嘛爱1000外块。这个是头一届对台湾的学生来卖周游券，价钱嘛比过去对国外旅客更较低。希望讲伫咧疫情转好的时阵，来抢国内旅游的市场。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金门发生旧结节症的疫情，目前有摊开的趋势。金门的毒质所也已经灭掉74只牛，附近的乡镇也有148只牛出现问题，目前也先甲因总灭掉。农委会赶紧向国外买疫苗，为了要防止这个病症来摊开，而且对金门到台湾的飞行机也有船只，拢爱消毒甲除药啊。防疫所的车辆再消毒水，直接驶入去牧场，沿路哪喷哪消毒。另外，嘛要全力消灭散播病毒的网啊，因为疫情恐惊已经摊开。上升通报的案例，这间毒气所已经杀74只牛，也若附近4个乡镇嘛有30间通报148只牛有各样，而且已经杀8只。因为有2/3的牧场方式也未完成，各样的牛数量可能会阁增加。农委会已经紧急甲荷兰甲南非注文1万剂疫苗，要替目前也未发病金门的牛先给因注疫苗。在发病之前，这个发挥作用的话呢，那基本上都是可以把这一个临床症状把它压下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在跟时间赛跑。为着将阿甘是由驱蚊、刺蝇等等的蚊传播病毒，有学者已经去金门采样，检验了后会拟定更较明确的防治策略。另外，有学者认为讲，金门的疫情已经真严重。为土耳其的经验来看，蚊1礼拜就会当互疫情探到7.3公里远。即马第一要紧的是防治的探病的蚊啊。现在非常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金门这边把疫情的这个扩散的速度能够降低下来，然后减少这些的病原蚊的数量，不要让它来到我们的台湾的本岛。农委会表示，除了全力协助金门阻挡疫情，嘛要严格阻挡病毒侵入台湾的本岛。
所有为金门飞来台湾的飞行机甲船，拢爱全面消毒，甲消灭蚊啊。因若即波疫情已经抬82只牛，其中确诊的敢若有23例。农委会表示，袂当等到确诊才来抬，安尼会去牵着防疫。所以只要出现明显季节破病的情形，都爱先抬来预防。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只北岛型游轮停伫台中港的码头，18号码头已经停600多天啊。船顶只剩一位缅甸的船长，甲一位中国的副船长，因为这2人牵涉违反台湾的商业会计法，以及着伪造文书等罪，目前当咧审理跋渡离境。也若船只的部分是因为船头家无爱处理种种问题，所以也一直停伫咧台中港。有3角7目屎，啊，毋过一开喙，目屎甲汗水阁流落来。Every day I miss my family. 北岛型游轮伫台中港18码头已经停612天，无水、无电、阁无食的。船顶只剩缅甸籍船长甲中国籍副船长，拄咧行到来回1.2公里外所在提水，遮用的全部拢是靠主权机关所管的。热天船舱真热，就困伫甲板临时所在网搭内底，想着厝内底人目眶都红起来。下死都可以，一点都没有这信心了。现在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再能解决我们这个问题。这就是台湾有限公司旗下国际邮轮，2年前伫东海经营海上加油站，涉嫌卖油货，联合国警运的北韩船只驾照失船，船主甲国际船员6个人涉嫌违反商业会计法，甲伪造文书罪被起诉。1审台中地院以公海卖油无违法，伪造文书罪证无够，判处6人无罪。在出口的时候有不实登载目的地国的情形，那也不会影响税捐稽征的正确性或者造成损害。法院认为本案所有的被告均为无罪判决。台中地检署不服1审判决，告提起上诉。啊，不过船啊长期停伫台中港，无维修保养，船只情形愈来愈歹。航港局表示，开始增加管理作业的难度。因为它没有国籍嘛，所以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出来替它来做一个适当性的一个安全的评估。台中地检调查发现，台湾有限公司伫海上经营加油站，有11摆向海关申报无实在，近1年营业额有17亿。2名外籍船员主张家己只是工作人员，无了解台湾法律，希望司法程序赶紧结束，早日登去团圆。记者综合报道。日前，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陆生疗养院外面的绿桥就要暂停施工。不过，青年陆生联名批评讲，卫福部根本就无依法停工，甚至阁举办动工仪式。昨因就发起讲6步一跪行动，要行到卫福部，也呼吁卫福部就要放弃控告。还我乐山大平台！还我乐山大平台！20几个青年陆生联名的成员，头壳绑灰色的布条，文书穿抗议的标语，日头真炎，6步一跪，一路为行政院门口，沿中浩东路哪跪哪行，要去卫福部抗议。是希望卫福部可以正视司法的裁定，然后要放弃抗告这样。其实因的行动，伫前一天也就是礼拜下晡就已经开始，6步一跪，一路为陆生疗养院，用要5点钟的时间，行去到行政院的门口，表达因的诉求，目前已经连续3天啊。不过你今仔日为着这阿公阿嬷，为着这个陆生，阮大大甲你谢谢。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这个月初7裁定陆生天桥入口工程暂停施工。不过，青年陆生联名的成员质疑讲，伫咧司法判决出来了后，施工的仪式要是如期举行，批评卫福部违法开工。时间差，10号礼拜5才接受环保署给我们的建议，在这个时间内，我想也不可能做出几天之内也不可能做什么样的这个大型的施工嘛。我们没有任何要违法的意思，好，那造成误解，这个我觉得这个非常遗憾。卫福部回讲，一切依法行政，绝对袂违法开工，而且已经发文通知爱停工。青年陆生联名暗时7点半去到卫福部门口陈情，过长工也就是拜2，卫福部会召开协调会。另外，自救会表示，会继续以6步一跪的方式坐卫福部，一直到卫福部放弃控告，甲承认因的错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头起先，咱来关心中国灾情。中国伫南部对6月开始一直咧落大水雨，也造成水灾。根据着官方统计，拢总有433条河超过警戒水位。甚至有专家也警告讲，长江中游以下特别出现上界大水量，爱当地居民就提高警觉。
中国上大的遮水湖潘阳湖，因为连续几啊天的大水后，水位继续伫咧变悬，超过1998年以来历史新纪录。就惊讲大水会继续冲破决口，当地赶紧进行抢救的工程。毋过大水因过区域也搁伫咧扩大，嘛互潘阳湖暂时变做中国上大的湖。水位是22.62米，已经比它历史最高水位98年的高了10公分。受鄱阳湖超历史特大洪水的影响，应该说，当前鄱阳湖防汛的形势是异常严峻。嘛，因为中国长江流域的雨势落袂停，佮加上三峡大坝继续伫咧下水，长江流域拄宜冲刺到洞庭湖，结果到武汉市潘阳湖、南昌市几啊千公里的江面水位拢超过警戒线，灾情是一直传出来。中国国家洪总就遂决定，甲洪汛3级提悬到2级。全国有433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西南等地发生多起山洪地质灾害。到目前为止，已经累计紧急转移224.6万人次。我国即将进入7下8上的防汛关键时期，当前长江和太湖流域的形势依然严峻，预计后季雨带将会北抬，淮河等北方河流可能发生区域性较大的洪水。中国水利专家警告，长江中下游最近出现洪峰，第一波上紧10次地到武汉，若是继续受到江江河甲水头大水的影响，洞庭湖的水位是起真悬，乌兰湾港部分地区阁淹伫水内底。当地紧急转移岛上的400外村民，为着要预防大水，武汉市伫长江河边起这个真悬的杂水围篱，嘛引起真侪民众真好闲来看。比以前涨很多啦，涨高好多。你看这疫情那么重要，武汉市都挺过来了，还怕这水吗？是不是？码头的关口嘛关起来，工作人员无用伫囤沙包，就发到讲水位会涨起来，甲录音调。这当度过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武汉，即届要面对的是预防大水的保卫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亚洲的疫情是继续伫咧拖，伫咧日本东京已经连续4天，大家的确诊病例拢超过200人。伫南韩昨日也增加62个病例，另外伫咧印度一日也增加28000个病例，这是因上届严重纪录。日本东京连续4天新增患者超过200人，青丘、新内村、大阪市嘛出现了解禁以来一天患者上侪状况，互大阪近日家己制定標準的誤定警告。大阪モデルのいわゆる感染拡大の兆候があると、黄色の信号の基準、数値基準に達しましたので、本日黄色信号を灯したいと。专家认为，早就出现第2波的新冠病毒疫情，不过东京都政府认为，确诊患者的增加是因为检疫的数量为上侪1500人增加到上侪3400人，会当把握真侪感染来源拢是暗时的5、6区，加上当前的患者真少，虽然确诊率为1%左右增加到6%，东京都依然无限制店家营业，佮继续放宽活動嘅限制。夜の街クラスターが生じ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明らかになっています。そこの人たちに対して具体的には検査を徹底して行うことによってですね、メリハリをつけた対策というものが重要になっ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伫咧南韩12个确诊人数有62个人，其中43个人是境外线入来的，另外19个人是首尔、京畿道甲廣州的群聚感染，这嘛創下過去4個月來一天上濟新病人的紀錄。但是印度13宣布，過去24點鐘新病人超過28000人，和總患者人數超過87萬人，是目前全球的第3確診大國。印度政府就伫咧幾個城市的街路、設置路中實施部分的封鎖措施。जिन लोगों के पास वैलिड पास है वे लोग अलाउ है, या मेडिकल से संबंधित की समस्या वे लोग पास है, मेडिकल स्टाफ जो एसेंशियल सर्विसेज में है वे लोग है, और जिनके पास नहीं है उनके लिए वो नहीं है, कोई भी अलाउ। 患者人数向向增加，除了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继续封锁，邦加罗尔市嘛宣布为10时开始举行1禮拜的全面封锁，防止疫情擴大。記者陳志同整理報道。伫咧美國佛州12一天就增加15000外個確診病例，當地加護病房就要志在袂調。雖然美國總統對外公開時陣攏有掛嘴暗，不過美國也是有民眾伫咧抗議，認為強制掛嘴暗侵犯着伊個人的自由。
美国佛州马丁郡部分的居民去街仔路抗议，用几啊种标语，亲像是莫想要砸着我的面，要看卖虾米人无踮伫咧厝里，虾米人无挂喙暗四界乌白走，虾米人无去为着新冠病毒，用这个标语来表示家己袂对喙暗链屈服。这个州部分地区由官方要求出入公共场所爱挂喙暗，这个议题伫咧美国已经高度政治化，反对的人认为讲人身自由去互限制。密西根甲密苏里等等的州拢准备要举行反喙暗的活动。I have a mask in my pocket. There are times that I think you should. There are times that I think you shouldn't. However, I do also believe that it's my responsibility to take care of my health and not anybody else's to tell me. 佛州伫咧12早起通报过去24点钟以来，有15299个高一级新增加确诊的病例，超过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纪录。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这个州为5月份放零防疫措施。若人口高龄化，也有旅游等等的因素，会当显示佛州目前的处境是无啥好。连纽约州伫咧4月70，高一级新增加12847个记录，嘛拢互伊超过。因为感染人数日头增加，有超过40个医疗院所表示，当增加互病房强要无够啊。根据路透社的分析，若是佛州是一个国家，伊高一级新增加确诊人数的规模，会是全球排名第4，敢若比美国、巴西甲印度较少。美国国家过敏甲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福奇，他批评这个州上早放零防疫措施。州长迪桑提斯虽然顶个月要下令部分的酒吧爱搁一届关起来，不过伊无想要强制要求州民拢爱挂喙暗来防疫。记者综合报道。南韩的首尔市长朴元淳顶礼拜过身了后，首尔市第13替伊举办告别式，为着要防疫，规场仪式也线顶放送。不过，伫咧东港南韩的女权团体甲律师也召开记者会，控告朴元淳对进前的查甫秘书卡来手来，呼吁着爱进行调查，找出事实的真相。过身的首尔市长朴元淳告别式13早起伫首尔市政厅8楼举行，为防疫，只邀请100名家属官员参加。现场做会保持距离，也提供线上广播管理。不过场外也是出现来悼念的支持者，挥发了后会安葬伫故乡庆尚南道长宁郡。64岁朴元淳是检察官甲人权律师出身，2012年做3届首尔市长。在任上久，也被看作是下一届总统的可能候选人之一。首尔市为伊举行5天的特别市场，也搁伫市府外口设灵堂，陆续有2万人致意。不过，伊伫顶礼拜老卫书自尽进前，则被前秘书指控长期性骚扰，警方已经立案。虽然调查随着伊过身而结束，不过真侪民众认为不应该以公共资源为涉嫌性骚扰而自杀的政客举办5天豪华丧礼，二度伤害受害者。清华台清官人数的人数超过50万。告别式了后，控告伊性骚扰的前秘书也伫妇女团体陪伴之下，透过律师开记者会，说明家己伫做朴元淳秘书甲调离到其他单位了后，4年之间继续受害情形。伫办公室或者是休困室内底不当身体接触，下班了后收到朴元淳传来不雅的相片甲文字等等，互伊感觉真惊吓甲被侮辱，而且受害者不止伊一个人。 그러나 50만 명이 넘는 국민들의 호소에도 바뀌지 않는 현실은 제가 그때 느꼈던 위력의 크기를 다시 한번 느끼고 숨이 막히도록 합니다. 妇女团体表示，被告往生无代表真相消息，呼吁警察甲市府继续进行公正的调查，唔通互受害者提起勇气追求正义的努力去了。 朴元淳死后，这名前秘书受到威胁，已经向警方提交二次伤害相关控诉。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到香港。香港在今仔日又搁增加52个确诊病例，其中有41个是本土个案，有20个到单是找无感染源。香港的卫生单位也发现讲，有一位第12确诊的患者，一礼拜之前有去关火，所以发现讲有病毒藏伫迄包火内面。上界严重的就是这包火已经互人摕去使用啊。 香港13个新增加52个确诊病例，其中71个是本土感染，20个感染是来源无清楚，而且是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增加上侪本土病例数。目前香港确诊個案已經增加到1512例。其實而家疫情真係好險峻啦嚇，咁我哋啲你睇到啲數字，即係冇源頭嘅個案，日日都更加上升啦嚇。咁呢個社區應該都會有其他好多冇源頭或者係冇病徵嘅個案。
香港确诊数大爆发，已经出现真侪病毒传播链。为过去传染族群内底，佫出现新的个案，佫传出一个确诊个案，佫关会。红十字会疏会中心已经正式佫咧调查，这是第一摆有确诊病人伫病毒潜伏期内关会。医管局暂时只知影有患者已经接受其中一部分的疏会，暂时无不良反应，也引起民众嘅關心。嗰位護士咧，佢去幫個病人咧就抽呢個鼻液樣本嘅時候咧，就冇着齊呢個全套嘅保護裝備啦。香港測定原本15開始，不過因為疫情已經宣布延期，有測廠表示可能會延到9月或者是12月才舉行。另外，香港馬會也宣布原定11月恢復開獎嘅六合彩，因為疫情決定過延後，而且恢復日期依然無確定。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必良表示，政府應該加強防疫措施，將這市民掛喙罨接棒制度，愛減成4個人。咁所以我覺得咧，就住公共交通工具特別的士咧，就政府強制戴口罩應該都包括埋所有交通工具就涵蓋埋的士啦。另外咧就應該強。有消息傳出，港府13下晡開會討論影響目前上新的疫情發展，是不是進一步要收緊防疫措施？真緊對公布記者綜合報道。最近中南部治安的問題一再發生，行政院長蘇貞昌在今表示講，蔡總統面對這款問題會真煩惱，伊本人也會艱苦，甚至是要求各縣市的警察局長就要負責。不過，警政署在下晡也隨發布新聞稿，點名高雄市甲台南市的警察局長會有進一步的調整。行政長蘇貞昌13早起參加警察防疫尖兵表揚活動，原本是笑噴噴，不過講到中南部最近治安事件真多，蘇貞昌面色一變，當內政部長徐國勇甲警政署長陳家欽面頭前喊起講黨會，無視國家的法律，還來開槍，甚至於10天開2次，又責要從負責一個縣市的局長。跟相關負責的主管。台南市10港之內發生2件槍擊案，也佫傳出台南第6分局暗砍槍擊案，內部管理有疏失。高雄70早起也發生無聽頭前兇殺案，一個查甫人被連杜3刀送醫了後死亡。在案這禮拜，蘇貞昌點名縣市局長愛負責。警政署13下晡馬上發布，已經報請內政部調整高雄市警局長李英奎、台南市警局長周友偉的職務。我們很快的時間就能夠掌握到這些嫌犯。事實上呢，我認為說我們應該是在這個責任上應該是降到最低。我們會對這些容易發生事件場所加強臨檢掃蕩。台中市警局發聲明表示，最近發生的槍擊案是個案，佮表示會嚴正執法，警告不法分子唔當心存僥倖。治安事件果然升起，2名3線3星的警察局長落台，台南市長黃偉凱屍體就由違法冤枉。雖然只有短短的1年，但周局長是以警察局為家的哈，那辦治安、辦交通的改善也都有成績。縣市的警察局長就是地方的治安首長，就是要負起地方治安的成敗責任。前警政署長陳家欽澄清，這部調動是原本就有的規劃，不過時間點多佇個蘇貞昌上去了後。互人聯想到最近要進行的6都警察局長人事案件，即陣高層的提前部署。記者綜合報道。警察專科學校有一位姓廖的學生，2017年參加學校的招標測驗的時陣，卻雄雄昏倒在地，送病院搶救了後，卻變做是植物人。家屬認為講是在場教官延誤送病院。台北地方法院在今日1審判教官有期徒刑5個月。家屬真無奈，拄看伊大門行出來，目眶佫紅紅。伊個囡仔細了的警專生，2017年參加學校的機動測試，走3000公尺的時陣，雄雄昏昏死去，送病院急救了後變做植物人。家屬認為校方疏失，控告在場的教官業務過失同上罪。台北地院13一審判決，教官有期徒刑5個月，會當罰罰金，緩刑2檔，會當上訴。這場官司不管到最後如何，我們都是輸家。然後是否不合期待？被告呢，
有2个事情他没有做，一个就是迟延通知119，还有就是没有指挥这个在场的人员去取得这个 AED 来进行急救。坐伫轮椅顶悬，廖东学摕电动器材顶下来回伫福建，倒伫咧眠床面顶。廖爸爸一直甲伊抓令伊的骹甲伊的手，避免筋膜揪起。一场测试，囡仔意外变做植物人。廖爸爸后更甜的表示，代志发生较紧，囡仔的状况都无变好，希望学校会当改变，唔通阁有后一个。我们还是没有信心啊，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学校，并不是一般的民众。校方回应讲，对司法判决表示尊重，啊，毋过伫咧最终判决确定进前，嘛会协助教官提出上诉，而且会继续来关心廖同学、西廖经专系的家属，嘛另外诉请2900万的国赔诉讼，也搁伫咧审理当中。家属是表示无信心会当拍赢官司，啊，毋过也是希望会当胜诉，甲国赔摕来照顾伊的后生，来解决厝内的经济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印度外交部就风声讲，要派对美国事务正了解的重要官员，也就是印度美洲司司长出任印度台湾协会会长，和外在看作是强化印度对台湾的关系。台湾甲印度的关系搁再有进展，咱外交部将指派亚太司长葛宝轩出任驻印度代表，显示对印度的重视。印度敢若也释出善意。印度媒体星期二快报报道。印度将会选派对美的资深官员美洲司司长戴国兰出任驻台湾印度台北协会会长，将做印度驻台湾的最高书记。被解读是印度想要加强对台湾的关系。是长职这个样子来过来，所以说这表示这是相对过去来讲是非常资深的一个外交官，而且是现役的外交官。我们所想象的到底是台印关系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他们如果派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外交官来台湾的话，我觉得也是表达这两国关系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层次是越来越高。虽然外交部对这件连锁案正低调无评论，不过戴国兰伊的政务经历正丰富。伫过去捌派驻中国北京，中文讲了袂歹，也捌伫咧印度内部的智库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专门研究中印部队伫东南冲突事件了的中印关系。了又搁出任印度的外交部美洲司司长，成绩也袂歹。伊组成印度、美国、日本、澳洲在内4边机制。而中印边界发生激烈的冲突，造成双方的关系恶化。印度可能会指派对中国事务正了解，同时对美国关系又搁正好的戴国兰，更加证明印度的中国智库要拍台湾牌的策略。现在是因为中国它在对印度，然后以及它在南海，包括它对台湾，有非常多的威胁，哈，那个使得大家会想到，就是说可能需要强化彼此的关系。印度在台湾的发展，以及台湾对印度的重要性，并不是因为这个大家讨厌中国而强化彼此的关系。学者讲，中印冲突的这个时阵，可能是强化台湾甲印度关系的好时阵，因为彼此之间面临共同的威胁。若是这项印度驻台湾书记的人事案件是真的，也能看出印度伫咧部署印太战略，将台湾看作是重要伙伴，会让加强经贸、军事合作，和台湾的地位更加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咱台湾是亚洲第一个猪肉出口国，敢若销到日本的猪肉就600亿遐济。所以因为伫咧1997年的时阵，台湾有人遭受鸦片虐待，造成口蹄疫爆发，迄回疫情就灭掉400多万只的猪仔。这23年过去啊，台湾是安怎对抗口蹄疫成功的？来看阮的专题报道。2018年，台湾第3摆停止注口蹄疫的疫苗，想要备针，为着要确保猪仔真正有健康，防检局是甲无注有放射的活体猪放伫咧肉品拍卖市场，想要验看卖是毋是真正环境内底含体内拢无病毒。讲咱掠一批猪仔，啊，猪仔拢完全拢毋捌煮过用啥，拢无保护就对啦。咱就去掠去咧肉品市场，上界容易污染的一个所在啦，北中南甚至伫花东啦全部拢过关。
唔那用外地做试验，防检局也派兽医伫咧屠宰场，准讲猪仔身体有各样，就即时通报。这2年伫咧运送猪仔车顶也拢有设 GPS 系统，就是要一路追踪运送猪仔的过程。运输车啦吼，拖拉机啊吼，全部拢要装 GPS。动物因若有感染，那调查讲有运输出去，阮嘛当会去找讲伊所有经过的所在，阮拢会当来调查出来。用科学和数据来监测做防疫。防检局讲，全台湾的猪仔伫咧备战进前，有超过9成拢有做有风险，做了有抗体就有8成。对饲猪产业，各中央的防检机关各部会同齐合作，加强边境的管控，避免有人偷炸猪肉入来，也要抵挡非洲猪瘟疫情。台湾嘛是亚洲上界大的猪肉出口国，销去日本的年产值就有600亿。不过1997年，因为有人走私猪肉入来台湾，转爆发口蹄疫，去防灭掉的就404万只猪，超过1700多亿拢损失。2009年和2016年，全台湾的猪仔停止做口蹄疫疫苗，不过拢备战失败。到2018年是搁试第3摆。在2020年6月份，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正式公告。台湾、澎湖和马祖脱离口蹄疫疫区。台湾的政府呢，对这个养猪的这个业者实在是真正的帮助。甲因做诊断也免钱，甲因做你要安怎来防疫拢免钱。啊，真济这疫苗呢，迄拢计数拢真低呢。非洲猪瘟的关系吼，中国大陆呢猪价真悬吼。咱目前呢，在6月份呢，平均全国平均每公斤77块左右。未来呢，因为咱甲国际接轨希望咱的猪价会使维持在平均的到70至80中间。抵挡口蹄疫23年过，台湾猪即阵总算拍赢一场战役。不过要重新登去到1990年亚洲上界大的猪肉出口国这个地位，消灭本土性的猪只，也是后一个挑战。记者阿明、金林辉、田用随丹保罗综合报道。捌参与过823炮战的中海南，去互海军用废铁啊卖出去，所以引起退役官兵甲军事迷不满，要求文化部文资局就要甲伊指定做重要顾问。舰长举油菜的菜啊，要甲中海南顶悬的编号拆掉，嘛代表这只舰艇结束64年以来保卫国家的任务。3年前正式退伍，不过因为舰艇受损真严重，维修甲保养的费用袂少。今年5月份，海军捌以1400万报废的计数卖互厂商。经过民众的真情，中海南抢救行动的第一步已经有结果。总共有出席有14位委员啊，那其中13位就是认为应该是指定为重要古物，其中有1位是建议指定为国宝啊，所以我们就通过。中海南的历史真久，是属于海151两栖舰队，1944年开始使用，1946年二战结束了后，由美军移交予国民政府，主要负责军用物资的运输甲后勤的补给。1958年，经过823炮战，甲大成号做伙拄到6只东海舰队第6鱼雷艇的攻击，大成号虽然互拍落海，中海号的船尾嘛去互鱼雷拍着，受损真严重。不过，也是有甲2只解放军的鱼雷快艇拍甲沉落海底。中海南是目前唯一一只保存的有功舰艇。它的产权还是在这个国防部的海军司令部，是后续的保存维护管理的，它要必须拟定相关的计划。我们会建议就是说，请海军司令部评估一下，是不是把那个中海舰也纳入新筹建的海军军事馆的一个那个内容里面。高雄市海洋局指出，目前中海南的管理单位也是国防部，应该有相关的规划，不过国防部目前是无回应。敢若表示文化部应该要有指示。若厂商虽然已经完成标售的程序，不过认为讲只要权益无受损，后手的处理方式拢会当讨论。不过中海南维修的费用初步估计都要3亿，后一维护的经费甲营运的模式，才是真大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县的历史建筑德南蛇窑，这个花仔窑的主人林天福伫去年3月过身。不过地主林天福的大汉查某囝，说是对家己的小弟，也就是第2代主人林瑞华提出民事诉讼，要求着爱拆掉兄弟。一审的宣判是胜诉，不过林瑞华也决定要上诉。
超好姿势，脚出力，互涂骹做肥的机器转势了真紧。这是当初德南做肥仔的师傅林添福伫咧无电力的年代使用的。咱若即做抓药，都是当初德南叉烧药的发源。也可以看到临床到整个火的走向啊，跟烧法的方法。看到迄当阵老爸的辛苦甲智慧，第二代药主林瑞华讲，伊是鼻肥仔涂的气味大汉的，40几年的时间，毋但学着老爸林添福的技艺，嘛想要甲传承落去。毋过有地主身份的阿姊所提起诉讼，要求缩减历史建筑登录的范围。苗栗地院一审判决地主胜诉，林瑞华烦恼讲，这个肥仔园区可能会保袂掉。我刚才只是一个身体，如果都脚都没有，那对我们来讲是没有意义的。林瑞华表示，包括四座叉烧窑，还佫有创下金氏纪录1500外度。叉烧上悬的温度是风化窑，还佫有肥仔教室，拢会去互拆掉。咱若放林添福作品的灯管，凡说保袂掉。敢若有伪造历史建筑的抓窑本身，会当留落来。咱若艺文界受无共款的看法。等于是一个死掉的标本，它没有活化。老窑今天它没有被拆掉，没有文化传承的问题啊。而文化传承就一定是有保存者了嘛。苗栗县文管局提出抗议图，指出德南抓窑伫咧91年11月，封定着做历史建筑。抓窑本身有568平方公尺，规定的面积有3437平方公尺，所在地拢是自家用的。不过地主要求拆除型土地，要是要经过民主审议委员会现场勘查。并非土地归还给所有权人，他就可以尽情的，就是不受文资法的管辖。文管局指出，抓窑本体是保存的目标。不过，根据民资法的规定，地主若是收回自用地，其他开发的行为嘛袂当影响到观览通道。附近的地上物嘛爱有补贴的计划。目前要联络袂到地主，苗栗县民资审议委员嘛会伫15搁一届去现场勘查进行讨论。记者综合报道。那准是查甫的面受伤，加女性来比，伫咧劳保的失业给付顶头，伫咧头面颔管买行一个项目，查甫会当申请的补偿日啊，比查甫的加140天。外界也质疑讲，这是无男女平等。劳动部的专家会议也决定要修正法规，达到男女平权。面部烧烫伤所留落的痕迹，无论对男性也是女性来讲，拢是致死人的痛。不过劳保适龄给付标准，伫头、面部加颔仔管挑型项目，不仅用词有歧视性的证据，男女应领取的补偿天数也无同。男性是210天，女性是360天，相差740天。较使用基本工资23800块的月给，加上悬45800块月给比，男女领的补偿的金额相差111000外块到113000外块之间。前一阵仔伫网络有经过讨论，台湾男性费用无值钱的讨论了后，劳动部决定要修正这个规定。在6月下旬的时候，我们有邀集了性别平等的专家，还有相关团体。大概在会中，大多数的委员都建议可以朝向，就是男性跟女性在给付的天数上面能够有一致性的一个规定。最近5年，颜面损伤领劳保适龄给付男性每年人数拢比女性较悬，差不多占8成比例。给付标准有悬，甲女性同款，未来每年会有上百位男性受影响。不过，修法只是性别平权的一部分。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认为，将有找头路，依然充满挑战。在给付标准上修正的更符合性别平等的精神的话，但对于这是补偿，这因为失能给付已经是他们受伤后的补偿，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算是一个进步跟一个也算是安慰啦哈。那但是对于要在找工作来讲的话，这个可能帮不了忙。希望国家可以推动就是比照欧美他们的反歧视法，去推动就是说你的一个履历表不能够去要求对方提供跟工作能力无关的个人资讯。虽然性别工作平等法对头家有真侪约束，不过基金会指出，劳工受到颜面歧视，想要举证真无简单。建议政府应参考英国、美国这国家制定的反歧视专法，规定劳工找头路的时阵，履历无需要减负相片，甲工作能力无关系雇主，这样有机会互损伤者甲一般人公平竞争找头路。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抓到疫情过后的商机，赖伫后半个月，甲主页以及着线顶支付的功能全部改版，强化的是个人体验。
赖13举办年度的记者会，想要把握后疫情时代零接触的商机。7月15，赖会全面改版主页甲赖钱包的功能，强化个人化使用的体验。新版的赖钱包会以用户的兴趣推荐个人化的内容，更较方便来使用。数据的运用的发展，已经让我们有能力可以针对到个人，在他个人之前的使用，可以影响到他个人在之后所看到的内容。这个钱包页有好几层不同的内容推荐。他最常用哪些？那些的位置就会自动的上浮到他比较容易看到的地方。赖团队发现讲，顶半年疫情的期间，无论是少年人、老大人，用手机买物件的人是加真侪。疫情转好了后，超侪旅游资讯的人嘛直头增加。后疫情时期，经济活动渐渐复苏，为着抢这波商机，佮推出赖购物 App， 透过赖 App 比介绍、追踪商品，扩展电商合作。7月15号，我们再推出独立的 APP。跟购物护照，看到有提醒他近期最低价或是历史最低价，他可以随时就去购物。业者佮把野心扩展到社群的开讲式，互软体的功能，唔是干那单纯传信息，互亲戚朋友尔。在每一个社群，最高可以容纳5000人的即时群聊。疫情互阮距离做工课，甲无接触的经济，成做新的常态。赖统计，为今年1月份到5月份，全球群组通话的成长量是英国的3.3倍。若企业透过赖设立官方口座来行销，嘛有真大的成长。口座的数量伫咧疫情期间就增加要2成。新冠病毒疫情影响到产业的供应链，嘛带动消费形态的改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英国、日本时代，有一位真出名的歌手，号做比孔混曲。台湾的老一辈的人拢捌伊。入乐坛为着要拼观光，民众若准去到入乐坛，就当听到比孔混曲的歌声。闪闪逝逝，这首古锥版的日本歌手米索罗拉希巴里比孔混曲，唱的就是真受欢迎的卡瓦诺那加雷诺有你川流不息。比孔混曲的翁仔，唔但会伫舞台顶摇来摇去，后壁还有一个乐团替伊演奏。这组外冷冷的翁仔，就伫咧日月潭青年活动中心等时迎接人客。美空云雀这一组在国内已经算。在世界上也算是绝版了哈，这样子的一个系统，大概我们收集半年花了30万台币，每个乐器跟着它的喇叭是同步。为着收集所有的翁仔，日月潭青年活动中心费心神，伫咧日本的拍卖网站世界走吹，就是要重新展现美空混曲美妙的歌声，也要互来遮佚佗的游客了解当地和日治时期的历史。刚好日月潭这个地方也是在日据时代所建立的这个水库，还有我们的发电厂，所以很多日本来宾来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即卖游客来到日月潭，唔但会当看到大自然的美丽，也听会到美空混曲美妙的歌声，就通更较深入体会台湾和日本侵犯的过去。记者综合报道。正是网络名人的时代，不过有真侪网红拢袂晓讲台语。就一位嫁来到台湾的马来西亚人，4年前设立家己的频道，或做极限破台语。本地拢袂使会晓讲台语的伊也是一字一句学台语，佮用台语小解台湾的美食甲特色。嗨，我是马来西亚来学台语学个歹了的Smalling。伊是 Smalling 讲台语的开口真特殊，嘛真古锥。伊是马来西亚人，原本完全袂晓讲台语，到台湾读册，伫台湾结婚成家了后，这4年以来，唔但真认真咧学台语，佮成立家己的 YouTube 频道，极限破台语，甲家己学台语的过程记录落来，佮看到行大专台用台语介绍各地的特色。产土鱼咧，灰条，还是石贴啊？啥都要用台语，伊讲台语开口特别好。发现台湾人讲台语足有开口的，不管是足受气，还是足伤心、足欢喜，用台语讲就是特别有感觉。虽然家己讲是破台语，不过 Smalling 真敢讲，嘛真愿意讲，这是伊学台语上大的秘诀。满满的风大米粉，因为遮风大，但是无啥物落雨。这个就是米粉的厝，哇，足侪米粉的。伊讲台语上困难的是字拢共款，也毋过声调一转，意思都完全无共。因为安尼闹袂少笑话，就是有足侪细细开口，你爱注意。若是你讲唔对，你的意思就完全无共的，完全无共。含我家己是台湾人，就用要袂晓讲啊。
所以我感觉伊会当坚持落来，我感觉伊实在足厉害的。我就感觉讲一个语言就是定讲，安尼才会更进步。伊就是要安尼想要安尼练习。希望大家看，就互大家笑笑，安尼就好啊。斯莫林昂塞嘛是一个 YouTuber， 伊担任太太的名师、司机等等，真支持伊用心来学习的精神。因讲未来会继续用轻松欢喜的态度来和大家分享马来西亚人的台语生活。记者由郑国聪人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31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31度到36度，南部地区对31度到36度，东部地区对31度到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30度到35度。新闻最后也作为各位观众朋友来到瑞士看三外景，也感谢您收看今日新闻。马仔更的时间，咱再会。大江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江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头家啦。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的词，就是咱做工课定定会用到的家私。家私汉字写作家私，罗马字写作家私意思，家甲私拢是第一条。在生活中，咱会用到真侪家私，亲像做工的时、修理物件的时、烧拍的时。喂，唔通烧拍啦！只要是用得到的，咱拢会当讲是家私。较细项的会讲家私头啊。喂，你好。哦，恁讲恁兜有一款物件歹去啊？好啦。师傅念有炸家私过来修理啊！我头家啦，请问恁兜有啥物物件要修理啊？亲像这台电风的挂落去，就要用罗赖吧，甲锁好安，较袂冷去。啊，若像这块茶椅啊，酷显，我就会用片子甲钉啊背起来，用钢腿啊钉新的钉啊。安尼椅仔才会用。我们若是头家，嘛是一个电器的医生，处理电器问题时，定定要用电线。为着无法互伊烧拍电，我拢会用电火布，甲接线的所在甜好势，较袂危险。另外，甲大家介绍我上常用的家私，就是文公尺。这种尺若会当好春秋，阁有真侪特别的刻度，会当算出好吉条的寸尺。为着要提供乡亲阁较齐全的服务，做头家我开动笔，下一寡食饭的家私，亲像这支电钻啊，咱即马就来钻看卖。来，你过来。这就是人讲吼，无内在，搁嫌家私歹。
明明是家己无才调，煞来嫌家私无够好。溜家私头啊，罗赖吧，献字，讲推啊，电火布，文公笑，电砖啊，无内材，阁嫌家私歹。若需要头家服务的所在，一通电话，家私摕来，我随到。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